隆重宣布，宏安地產港島南海岸系列第2個項目正式命名為 Portal。好，多謝 Teresa。首先就係講咧，我哋咧就會有入場版嘅開放式單位啦。開放式單位咧就一共有28伙嘅。咁呢一類型嘅開放式單位咧係好受呢啲上車客啦同埋投資者嘅歡迎嘅，因為冧心較細啦，租務回報咧尺租咧亦都係較高嘅。咁亦都係咧呢個項系列裏邊咧第一次推出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房單位啦，一房單位咧佔全盤嘅77伙啦。咁呢類一房單位咧就係 Coastal 咧當日咧最率先沽清、最受歡迎嘅單位。咁錯過咗 Coastal 嘅朋友咧，記住把握今次嘅機會咯喎。咁而兩房單位咧，我哋一共咧就係有55伙嘅。雖然只得55伙，但係咧亦都有2種戶型咯喎，包括同 Coastal 一樣嘅開放式廚房啦。咁同埋咧，亦都有率先推出嘅梗廚單位。咁另外咧，喺呢個咁宜人、咁舒適嘅社區咧，當然亦都有一啲好特別、好特色嘅單位啦。我哋有平台單位11伙，以及連天台嘅複式單位3伙嘅。咁值得一提咧 ，Coastal 提供嘅連天台單位咧係一個平層連天台，而今次咧我哋呢個平欄街項目咧更進一步啦，係一個複式連天台嘅單位。成個項目咧合共咧就提供174伙嘅。大家見到咧，我頭先拍埋呢塊板咧，咁大家都估到咧，我嚟緊咧就會講我哋呢一個平欄街項目嘅交通優勢。咁啊，承接翻我哋嘅第一個項目啦 ，Coastal 啦，同地鐵站我哋嘅利東港鐵站咧，只需要好近嘅步程。今次呢一個項目咧，步程去到我哋 A1 出口咧，只需要2分鐘。OK， 2分鐘嘅步程就要去到利東站啦。咁我哋今次咧係緊接3站4線嘅優勢啦。我哋只需要搭3個站咧，就去到頭先程小姐有提過嘅金鐘超級轉車站。OK，4個站咧就甚至乎可以去到中環嘅啦。OK， 咁所以話3站4線呢個優勢咧係秉承我哋嘅傳統，就係我哋近我哋嘅港鐵站。OK。咁啊，去到咧，如果講3個站嘅話咧，我哋去到金鐘站可以轉到啲咩線咧？我哋可以去到港島線啦，我哋搭呢個南港島線啦，去到港島線啦，可以去荃灣線啦，同埋可以接駁到呢個東鐵線。OK， 呢3條鐵路，咁就可以一脈相承，就可以好快咧就去到港九新界唔同嘅一啲商業重點。OK。我冚嗰個咧就係個樓盤嘅，咁先講樓盤，我哋就會設有呢個住客會所啦，會所就會有翻多功能宴會廳，同埋一啲健身室，仲有就係園林嘅室外環境咧，可以俾翻啲住戶佢哋享受翻鴨脷洲呢個咁舒適啦，利東區呢個社區入面咧嗰種舒適同埋休閒嘅氣氛嘅。而至於咧民生配套方面，相信大家而家咧已經親歷其境緊嘅，我都唔使多講，不過都要講嘅。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個地方咧係非常之優厚咧，係舒服。剛才由港鐵站 A1 出口行過嚟嘅時候，經過鴨脷洲大街啦，去到平蘭街嘅時候，啲2分鐘嘅步程入邊，你會見到晒就係便利店、超級市場、中西美食，有新有舊，全部一應俱全嘅。甚至乎，如果住戶想自己煮翻幾味嘅話，剛才嗰度會經過一個鴨脷洲市政大樓嗰度嘅海鮮咧，媲美築地市場嘅，亦都可以買到最新鮮嘅海鮮。點解呢？就係因為旁邊面積有60公頃咁大嘅香港仔避風塘，就係全香港基本上最新鮮嘅漁獲都喺呢一度發生晒，可以買得到、攞得到、捉得到嘅。而且之外，好啦，食飽咗要做運動啦，我哋由旁邊身後呢一個海濱長廊、鴨脷洲海濱長廊啦、風之塔公園以及呢一個鴨脷洲公園，有埋呢個寵物公園共用設施喺入面嘅時候，3公頃嘅戶外綠色空間足夠晒住戶可以由會所跑完步再出嚟夜跑咁樣，全部都可以做得晒嘅。呢一個咁好嘅社區氛圍，只有呢一個鴨脷洲先至會有嘅。咁呢個地區咧本身就承載好多歷史文化同埋文化根基。咁係從避風塘嘅漁港啦，去到呢個洪聖古廟咧，每一樣嘢都代表咗咧我哋嘅人文特色啊，文化嘅特色。咁就好似一個陳年嘅砵酒咁樣咧，充滿咗一啲歷史啦，同埋深厚文化嘅故事。OK， 咁啊 Portal 咧亦都係嚟自咧取自英文 portal 嘅
嘅一個諧音啦，就寓意咧係將一個住戶咧就帶去一個有層次生活嘅一道門，穿過道門咧就有一啲文化嘅生活，穿越歷史同埋現代啦，繁華同埋正點。OK， 咁啊，開啟嗰個港島南嘅嶄新居住嘅一個體驗啦。咁同時咧，呢一個第二個項目咧，亦都延續咗我哋 Coastal 咧本身以 TO 呢個字母咧就做結尾嘅。咁啊呢一個歷史啦，咁啊 Portal 咧亦都係咧有一個標語。咁我哋個標語係咩咧？我哋今次係 True Beauty of the South, you either see it or you don't。其實個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如果你懂得去賞識嘅話咧，就會真正感受到我哋港島南嘅一啲風味同埋我哋嘅面貌。OK， 呢個就係我哋 Portal 嘅一個寓意。OK， 多謝大家，唔該。